稅厝條例修法草案講要修法花超過半冬啊，今嘛民團甲下黨派立委是聯合呼籲政府，定要趕緊甲提案送到立法院。中國人稅厝常常拄到厝租起價和機構就愛搬的問題，要檢討厝頭家甲厝卡的權益是真無簡單。行政院佇去年宣布厝租條例要修法，不過到今已經超過半冬，草案煞還未送立法院審查。代表房東、代表房客、代表租賃業者的團體，就是共同來召開一個今天這樣的記者會。那目的就是說，我們都支持這樣的改革，我們呼籲行政院要趕快提出法案送立法院。所以呢，我們期待的不是市場上的對立，而是一個實際的行動呢。租賃市場的政策真的不能再拖了。民團講原本規劃包括3年的租期保障、限制厝稅調升、還有歹厝卡條款等等改革方向，到今攏還無具體的進度。民團呼籲行政院就要趕緊提案。朝野立委嘛希望行政院先提出版本來討論健全制度。就不要再拖延了嘛，因為有版本才能談啊。你在談的過程中可以修正，可以溝通啊。但你如果說提了，然後你沒有下文，沒有討論，那大家空轉，不是讓大家白忙一場嘛？那我們民進黨團也有對內政部有做出一些建議，那希望可以做出一個穩健務實的版本，讓房東跟房客，讓整個租賃市場都可以非常健全。民團甲立委嘛呼籲政府就要趕緊行動，解決稅厝市場的問題，讓厝卡甲厝主的權益攏有保障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